镜头转来到国内，今年初宜兰的南洋溪堡抓到一个姓李的查甫人违法偷载一柜珍贵的香鹅。另外半月咧，伫咧南洋溪林班地，警方搁伫咧附近发现饮料罐，验 DNA 了后，找到另外一只沙鸟鼠。这两个人拢依照违反森林法上班。警方透过香鹅去互人寄过分惹，确认这两柜原本是同一块茶。警方伫南洋溪林班地巡视，总算是找到这半柜的香鹅。这个调查是因为今年1月，宜兰的警方伫南洋溪村惠林班地区域，查到一个姓李的查甫人违法载香鹅。出来！警方抓到人了后，发现车口香鹅有互人寄过。姓李的查甫人嘛讲是一个姓魏的查甫人请伊来载的。警方顺线调查，伫咧发现另外半柜香鹅的所在，找到互人弹掉的凉水罐，验出姓魏的查甫人伊的 DNA， 甲姓李的查甫人讲法同款。危险为规避森林法重罪。先于林班地内以链锯锯切台湾一级贵重木块木后，再将半截倒伐块木，再往非林班地之西床藏放。警方表示，姓魏甲姓李两个查甫人，甲香鹅在离开林班地了后，再搁换手载，就是要制作重点。因为若是偷摕林班地的林木，有可能会互人判1年以上7年以下的徒刑，上悬阁会去互人罚2000万。不过，若只是伫林班地以外的所在，互人发现偷载珍贵林木是牵涉侵占，敢若互人罚500块，袂有刑责。专案经过警方的班规修订，两个嫌犯最后也是要面对司法的判决。记者综合报道。